想要買別墅嘅朋友睇過嚟，我身後呢套上下3層半，總價100萬就可以攞低。你睇私家車位喺度，前後花園，樓仲有江景露台。依家就入咗嚟我哋嘅客廳嘅位置啦。你睇呢個就係餐廳位啦，呢個就係客廳。睇出去咧就係無敵嘅江景啦，奇江河嚟嘅。再過嚟呢邊睇下，超大嘅露台 ，BBQ 啊、燒烤啊，都係非常寫意嘅。再睇過嚟呢邊嘅景觀，睇下無敵嘅江景，隔籬就係公園啦。我哋再過嚟睇下主人房，依家呢個位置咧就係主人房啦，隔籬就有個衣帽間。主人房係南北通透嘅，再出嚟呢邊都係有個露台嘅，主人房嘅露台。你睇呢度，睇出去江景非常靚嘅，晚黑仲有燈光。呢度就係公園啦。中意呢個別墅嘅話，評論區 PM 詳細資料你睇睇。